婚的出軌，咋個婚禮出軌？他叫什麼名字呢？是一個叫的人轉的大叔呀，王記嘛。對。就買了一個手錶，花1萬塊錢。那個男的從車上有人過世了，就是在人中做那種法事。那個男的之前有前科的，那個男的是強奸犯，啊？你跟是什麼關係呢？是那種男女朋友不？和這個事情你知道不？我知道，但我不能問我。他是也說是第3婚了。第3個婚了。離婚之後，我們反正為了小孩一直生活在一起，但是的話，他跟那個男的他也在联系。我這邊退賬退錢，他那裡有錢，但是呢不全，大概還有10幾萬，是家屬要承擔的。